5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台语的课程啊，告诉咧线顶在线上的时候，赶快是逐礼拜拢教一句啊，吼，就每个礼拜教一句。所以啊，你嘛是爱听，嘛是爱对咧念，安尼咱交讲作业宿题的时阵啊，你才有法度交啦吼，你才有法度录影吼。考试的时阵嘛是共款啦吼。啊，搁有啊，咱除了即本以外吼，咱是有另外一本是课本的课程啊吼。这咱伫个线顶啊，搁甲你讲吼，要看倒一啊。以前咱已经咧线顶上过吼，所以你应该拢爱知影啦吼。啊，请你大概拢爱听，拢爱念，安尼考试才会晓念。哦，线顶的小解就是到这为止啦吼。后届再会。